对今年开始，国军恢复今年的义务役，头一批600名役男，在1月25入伍。这基本检测也结合震撼教育训练。若准无通过的人，那袂当放结婚假，而且佫爱留落来1礼拜补测验。若准无摕到这结婚专中证书，就派去部队。若无因故假，也无法度领到1万多块的专业假期。国军元旦开始恢复一年制义务役，头一批600名役男会伫这个月25入伍，进行8礼拜入伍训练了后，最后测验会结合震撼教育训练来测试，也就是配置机关枪，一直射击空包弹、TNT 炸药爆炸这情形，模仿战场环境。无合格人袂使放结婚假，必须爱留来训练1礼拜补测。若补测也无合格，入部队了后，除了爱继续训练，袂使放营路假，也无多领1万多块的专业加级，刚领到1万多块的本薪，必须要摕到结婚专长证书才有法度领到。另外，为着因应新制役男入去军中有无法度适应，造成抗命甲逃兵这状况，国军也强化军法纪律教育。军纪的教育课程由过去的2个小时增加到4个小时，法纪教育的部分调整成入伍当天都要来实施，主要是要教育他们在由民转军的过程当中所适用的法律不一样。国防部也正式规划修正陆海空军定法法，明定义务役男悔过执行期间未算列一期。另外，外界呼吁恢复军事审判制度的声音，朝野立委拢认为应该细心来评估。国防部我觉得要提出实际的过去这几年的案例，那是不是在我们现在的状态底下，确实没有办法管理好部队？我觉得也必须做全面性的检讨。部队的管理，其实有时候法律只是所有的一切的最底线。让我们的阿兵哥进来这1年的时间，对他人生有正面的改变，我想这才是我们军队未来要更进步的方向。国防部讲，因为即阵社会各界有无同的看法，伫检讨军纪维护甲人权保障的前提下，会广泛来收集意见，充分来研议。完毕的法制作业停书了后，才会将修法内容送立法院去审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